浮夢世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啟章，平常心開始咗啦。人嘅一生要做好多嘅抉擇，但有啲嘅抉擇非常之難作出，因為關乎人嘅生與死。今日故事講到喺農村裏邊有一個農民，有一次遇到大嘅洪水，所有屋都沖爛晒，包括佢嗰間，佢太太同佢仔都跌咗喺水裏邊。佢嘅時間唔夠啦，只能夠救一個人。最後佢救佢太太，但係佢仔就浸死咗啦。事後大家議論紛紛，有啲人話佢做得啱，因為小朋友可以再生一個啊嘛。但太太呢就唔能夠死而復活啦。但有啲人就話佢做錯咗啦，因為太太可以娶嗰個，仔呢浸死咗就冇噶啦。有一個作家聽完人哋嘅議論之後，都覺得係咯，如果只能夠救一個人，究竟應該先救個太太，定係先救個仔呢？當時佢係點樣作出呢個抉擇嘅呢？呢個作家好好奇，就採訪呢個農民，問當時佢點解會作出呢個抉擇。嗰個農民攤攤手就話：我咩都冇諗，冇時間諗。當洪水襲嚟嘅時候，我太太啱啱喺我身邊，我捉住咗佢，係咁衝下衝去啲高地嗰度。然後當我將佢安頓好，翻返去想搵個仔嘅時候，個仔已經衝走咗啦。但呢一個就係人生嘅抉擇，根本唔到你諗咁多，命運已經為你作出安排㗎啦。其實一個人要做到冇人哋再批評，真係好難咯。就算人哋批評你、否定你、攻擊你，唔代表你嘅自我係受到否定嘅。唯一能夠否定你嘅人係你自己。因此嗰啲經唔起人哋批評，人哋講一句就要好唔開心，人哋話一話就要反面鬧人嘅人，事實上係對自己非常冇信心嘅表現。喺呢個地球上面，只要有人嘅地方，咁就有是非嘅啦。只要人哋把嘴，就有意見同埋批評。一個有智慧嘅人係唔會在意人哋嘅批評嘅。如果過分在意人哋嘅議論，自己唔單止唔會開心，都容易冇咗自己嘅個性，更加冇可能發揮自己嘅潛能。嘴巴生喺人哋嘅身上，人生屬於自己。經常俾人哋用個嘴巴虐待嘅人，不妨諗諗，點解我要為人哋嘅想法而唔開心？諗通咗，你就會更加快樂噶啦。平常心將你嘅故事送俾你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來讓我問誰可決定那些東西叫做完美之線？我只懂得愛你在每天。當潮流愛新鮮，當旁人愛標籤，幸得伴着你我是窩心的